看家里金堂殿绕境活动，家里金堂殿呢3天绕境活动，第1天来到清坤森呢，将军乡的清坤森呢在家里的西北边了吗？好远的地方。清坤森是渔村的主要的庙，北边那个我看到庙屋顶那是朝天宫妈祖庙。蜈蚣阵你看，蜈蚣阵那么长啊，大概108节，100多公尺长，大概你看那个伞盖都是蓝色的，很整齐。你看一字排开，能看到那么远的地方，然后后面你看那个高架道路，那个是西滨快速道路，大概从嘉义要到台南古城那边的海边。你看现在要往南边那个叫西星宫。蜈蚣阵刚好在路边等可以去那边露营了。中华民国106年了，今天2月17号了，绕境有3天了。后来隔1、2天还有烧王船，下礼拜3还有烧王船，今天礼拜5。